你长得那样子的很高了，真气啊！找我跑的山道，你先上车了。我干活。这好好好。可能气功给老妈。你讲不看喽？我啥嘛？我们啥去看看哪么？警察贴着那句话哦。看见公公王。早点，不要和我干。我从哪里跑出广告是多少？要放照奥都没有啊。奥都没有了。我这个动作。哦，还没有。没有，还得拉米。拉米有你能做啊？这哪行着海路？哦。到一处嘛，到去到去。干嘛呢？我年年报考。哦，我可高干。走路有点高点啥？那啥子？想住不到天天不打。我够绝对不了。还别过年了，我他妈。我们都还得花2了嘛，哎呀，哎，跑了钱当了。把红高娘路说定着了，你看他讲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大马装不下，让我下车啊！这里天天光顾着，哎呦，把你干到要我哎，不好听了，我都有好努力呢。好努力，那几天了？我们上天马上跑是马上到说，哦，你让我叫我们跳啊！要好几包我打，哦，要好是这种啊，关键我打，这关键了哟，这关键不会了啊，只有龙潭还知道路，我送快了，我一路放上多重，你不有个啊？你送着不放脸他，你去马上去干，要去他去我这个，你干这个？要去找我爹这个，我怎么可能有？不想马上又是走，哦，已经走就是了。那手上不跑了，到点了，差了几秒，几秒了，我都记得。我该怎么放到点？你不听见了没有？我不想你走不到，我买件钞票了，要往凳子上跑。我的车在往我车。我把车票啊，我不到底，这还得加喏。那些赔的都搞到给了嘛？我交了嘛，这个些赔的个钱考都给了。到了家去了，他嘛，都可能给自己要考的呢，就能办的定了哟。你个钱来一直就老一点考了了嘛？要考嘛，就必须香港这能办了嘛，就这么了呢。我是最终的。啥粉嘞？啥事？对红高打那些挖红了挖的嘞。